下客文填名未来名片文理文风苗栗县客家人国中鐵高教師現下大苗栗市縣強。20年前，我第一擺出國就是同父娘在外家，因為異國婚姻有遷到蘇小愛盼姑嫂頭嘅大爺歸長日，馬來西亞嘅天時適婚日，唔過我沙知道當親切，因為佢天時暗演嘅國家，本我簽到沃卡嘅小男。長明路係好心又有智慧嘅人，雖然佢有時因為麻痹真橋鐵，但係耶穌嘅真頭全無影響佢哋印刷廠嘅工作留落幹嘅人成幹。長明路從細嘅馬來西亞狀態，曉講一到中年，佢哋突然按揭嘅時節，做得用馬來語、印度語、英語、廣府話、福建話同客家話老人交談，佢流利嘅語言能力本人十分佩服。佢咪係一個當好熱土嘅人，當日早晨5點就準時上床看報紙、讀書，係一個親有涵養嘅長輩。佢接講：人生唔論艱苦，都係一場修行，困苦就係啲態度。長明路同我當有話講，從家鄉嘅文化政策講到人生道理，佢嘅看法同智慧總係本我欽服嘅一整日，我都甚至比兩隻也還較有話講。老古人寫花蓮盆，寫字蓮筍，因為長明路當做乜嘢，故所對我也台灣細郎未貼撇寫，而當日突我去老了。萬那嘢其實無窮族群嘅美食，連手也未係十分澎湃。結果短短一整日天天，我嘅體重就疲累足足5公斤。嘅餐尾在本陽外家嘅日嚟，聖經係我一生難忘嘅想念。因日半夜嘅，長明路超我去食宵夜，2-3坐地鐵龍坡嘅媽媽檔。林定便便嘅咖啡，食定當地嘅美食。突然間，佢阿定亞樹木則喊定講：我老婆比我嘅高半咧，也成人一天愛台地啲好好照顧佢。老古人講，兩人一般心，有錢看埋金；兩人兩般心，冇錢看埋針。兩傻愛互相扶持。咁樣，會緊張會行到長長久久。一段話沉沉刻喺我心肝頭，變成我婚姻路上嘅明燈。全台灣之前一日，長明路古怪嘅交本我5項名片，我詳細看清楚檔項嘅手機，名片檔項應定係那名嘅冇唔錯，唔過正業同學歷全看唔到現況。我當父兒問佢也係樣板，佢笑眯眯嘅講：也係我貼片裏實際嘅未來名片，面當下定嘅係我對你嘅期望，相信一定做得達成。那麼嘅無一理也莫做唔可放棄，還係執意愛加本，我一片歡喜其前度真開。一片有手領導嘅未來，故所也總兩片就係我希望愛做到嘅事。啲啲也一步嘅同相處，發覺我冇嘅人講不差，唔係都是要地上下嘅後生人，相信天出會散忙加病，總有一日會本人放心。一張啲來名片對我來講，做出唔係自己印在紙上嘅文字天天，嘅係長明路對我嘅期望同幸福。現擺我看到一張名片，就會明到佢對我嘅鼓勵老痛寫過無幾多年，我正經實現你名片當嘅達成目標。變做有自信拿出一張名片嘅人，到今長明路雖然已經過身10多年，唔過
佢嘅智慧，還係深深影響到我同伴樣未會久久想到恩利嘅地址。神夢按自細又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